继续来到这台中市汉溪自行车道，市民大家拢会去这个所在运动，伫遮慢跑、骑铁马。也毋过自行车道的木栈帮，有几哪个所在断去、害去，甚至更顶看现，这个无小心就会发生危险。另外，伫太平的新港中卫区，这个路顶竟然是连续8天拢未倒。 附近规清河的居民，暗时啊要转去是安尼暗蒙蒙回无路，大家是真怨气。行伫木栈道顶面，一脚踏落去，另外一头的插棒翘起来，差一点啊，害对面的人摔倒。为有安全的栏杆，轻轻一刹，竟然是摇害。吓到啊！我如果靠上去的话，如果它不是可以支撑点的话，真的是很危险呢。 台中市汉溪自行车道经常有市民伫遮咧骑铁马，有人咧运动，毋过有真侪插棒拢歹去啊，甚至是钢钉露出，民众感觉心惊。踩到那种很软的陷下去的地方，其实蛮危险的，你可能忽然就会拐到，然后就会摔倒。4月份就应该执行，到6月要完成验收，现在已经7月多了，都还像这种哩哩啦啦。 只有对4月份就公告维修，虽然预告6月底完工，不过拖到即马也未完成。 会受今天下雨的天候影响，所以我们要求厂商加速。那预计在8月中旬之前，还有明年会陆陆续续把这些所谓的木板的平台铺面，通通改善成混凝土的铺面。另外，伫太平新港中卫区路顶竟然连续8天拢未光，就清河居民拢感觉无方便、暗疏疏。虽然已经恢复供电啊，不过市民即马连上基本的生活环境拢感觉无利便，市府是不是应该开用心呢？